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4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新增加334例本土病例，佮有到前报回来256例，今仔嘛新增加来死亡的病例。指挥中心今仔撤销金门关要求旅客提出阴性的检验报告，无爱记机场快筛的公告，县政府讲会改做款道。台北市目前有30例确诊者联络未到人，新北市的新增3店铺，今仔开始加做特区防疫中心会加强巡逻宣导。新闻台4来看，咱过来今仔新增加334例本土病例哦，佮有到前报回来250例病例。本土病例伫新北市有177例，台北市是99例哦，佮有5例是境外病例，嘛佮增加6例死亡病例。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医护人员的隔离对14天减少到7天，三级警戒敢要延长，目前是搁研究。咱嘛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总共有334例的本土，那256例的校正回归的个案，总计是595案。那5例境外移入，那6例总共有6例的死亡，新增的死亡。发病是介于今年的5月10号到5月23号。那个案分布以新北177例，板桥43例。那其实台北的99例，那万华38例，桃园19例，彰化12例，基隆、台中市各7例，高雄市5例，屏东县及台南市各3例，南投县及新竹县各1例。这一个礼拜了那及时来把这些校正好，让它回归正常。那要观察这疫情也会比较正确。第3级原来宣布到5月28号。那专家已经建议我们要延长，专家建议我们要延长这个时间，那我们现在正在研议中。金门县是目前接受无人胃着病的县市。金门县政府昨公告讲，要去金门的旅客，就爱提出3天内底病毒阴性的报告，无就爱马上伫机场来做体检。也毋过指挥中心并无同意金门安尼做。指挥官陈时中昨有甲县长通过电话，也毋过并无共识。今仔早起，指挥中心是宣布讲，依法撤销地方政府的公告。金门县长是表示遗憾，嘛讲会改做款道的方式，要求旅客爱快速体检，买来申请中央的同意，配合县政府本地嘛要对金门安尼做，嘛表示讲最近卖发文给中央，希望旅客快筛确定安全，才入去配合。早起金门航空站的人员，甲金门县政府设置咧机场的快筛站跳掉，所以引起金门县长杨定国的不满。那你还没有反应之前，你没有警示之前，通通不晓得的情况下，你就拆掉。现在不能快筛。自愿的呢？自愿的呢？要未出现确诊病例，金门伫礼拜宣布，对24开始，旅客爱提供3天内采检阴性报告，才会当入到金门。若准无，就要伫机场接受快筛，就算是阴性，也要爱自主健康管理14天。金门的民众也拢真支持。现在只有台湾有疫情嘛，现在我们那个金门本岛还没有，代表说我们对这个保护金门乡亲也是非常的小心。如果真的有发生疫情的话，我也会担心说我们自己的金门的医疗网够不够。不过中央无同意这款的做法，宣布撤销地方的决策。中央流行指挥中心是依照《传染病防治法》37条的相关规定，请各地方政府来配合，达到全国防疫标准一致、说法一致、脚步一致。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规定，地方政府有权利在疫情期间管制交通，限制民众坐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出入特定场所。但是，同一条也规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期间，爱依照指挥官的指示办理。指挥中心强调，避免各县市一人做一样，造成混乱，影响到防疫，所以撤销地方政府的公告。不过，金门县政府表示，已经伫17至1这2天向中央发公文，虽然无得到回应，对中央撤销公告，金门县长杨定国表示遗憾。好，我们会继续跟中央来沟通，按照我们3级的方式来鼓励我们的乡亲，做快筛。本地配对咧公告的片湖表示，也是希望民众先做体检无问题，再来到片湖。这几天会向中央来发文。按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这边的一个提示，那我们会正式来向疫情指挥中心来提出，来在澎湖机场
来设置快筛站的一个计划。平湖县政府表示，金门、平湖、马祖态度拢同款，外岛医疗资源不足，希望先做管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就外岛的医疗量能防疫标准进行综合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本土病例增加，台北市长高文地今仔下令，台北市20间急诊的职能病院快筛站，只要快筛是阳性 ，PCR 检验就要先送检，望讲用上紧的速度来切断传播链。台北市传出讲有50位确诊者目前联络未到人，卫生局是表示目前是阁有31个人联络未到。疫情相关检验量能赶袂好，体检人数。台北市长高文天24日防疫会议下令台北市20间急诊职能病院快筛站以快筛为主，若是快筛是阳性 ，PCR 要优先送检。如果快筛正的嘛，那个 PCR 的样本要标明第一优先，因为这个它快筛已经正了，所以这个 PCR 它不能够拖3天再出来，因为这样会拖的时间。快筛20分钟了后，就应知影结果 ，PCR 要等到2天到3天。高文天表示，要把握黄金时间，才能赶紧切断传染链。本土疫情爆发，台北市传出有50名确诊个案失联。2日暗时，台北市警局接到卫生局通报失联50人的名单了后，到2时为止已经找到59人，目前还有31个人失联。这些民众到医院去采检的时候，有可能是资料没有留完整，例如电话填错，或者是电话没有填的状况，导致我们的卫生局人员要通知他们确诊的时候有联络不上的情形。那卫生局这边除了汇报给中央最新的资讯之外，我们也同时请警察局来加强的协助，跟所有的县市说明，如果这个确诊者那第一时间在联系不到，那就同步启动警政的协询。指挥中心表示，全台失联数字逐天努力改变，重要是第一时间的警政启动，疫调要老实以对，若无会以事实处分。疫情严重，为解决第一线资源无够的问题，台北市也启动线顶关钱专户平台，管理钱会用在快筛以及防疫大小顶，提供确诊者、弱势甲长照机构的相关协助，斗阵强度难关。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新北市胃着病人数上济哦，今仔开始新增3店铺，嘛正这热区防疫中心会加强巡逻甲宣导。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新北市的病例有8成以上，拢是有绑架接触甲活动史哦，高达感染完却还未检验煞。市长是认为，想要伫5月28来解除3级警戒，情况并无乐观，嘛呼吁民众要有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所有的市民朋友务必配合市府的一个政策哈，如果没有事情的时候，尽量待在家里面，不要外出。市府人员上街路宣导，新北市自市新增加3店铺，新增2个社区防疫中心，加强巡逻消毒。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也到接运菜鸟站视察，礼拜一上班时间人比以前少2/3。多了，少超多的。有没有2/3？大概比之前疫情前的假日再少。很多的商家都已经没有必要营业，都暂停营业。新北市民都自立自重，配合防疫，大家一起来面对努力。3店铺社区防疫中心设伫3店铺社教馆，3店铺甲新增2个社区，22个里受关怀甲规范市民有9万多人，2区确诊数只比棒球中和较少。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检疫的个案有1000多起。经过疫调，80%几以上拢有绑架接触甲活动史，这源头拢无体检完。5月28解除警戒，无甲乐观，要有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到5月28号，我都不乐观说这些感染源80%多以上的感染源都能够把所有的万华的接触史能够清除完毕。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新北国结合国军33化学兵群，伫2个社区做大清消。另外，侯友宜23表示，因为中央要求，即马无要公布确诊者卡车，互指挥中心后任。侯友宜表示，中央要求未要公布是社区，另外卡车公布会按照中央的指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咱帮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今仔是新增加339例，本土病例有334例，其中台北市就有99例，新北市有177例，彰化县有12例，桃园市有19例，高雄市有5例哦，基隆市有7例，台中市嘛有7例，台南市有3例，屏东县3例，南投县甲新竹县今仔是拢增加1例，另外今仔嘛增加6个死亡的个案哦。目前咱台湾计共有4917例哦，本土病例嘛已经有3748例咯。提醒观众朋友哦，出门一定爱食洗手嘛，爱挂嘴暗，无代志嘛上好是莫出门。再来看咱国内的疫情管架，为着要强化医疗资源的调度，指挥中心早起是宣布讲，要成立专职加护病房，建立集中检疫所后送病院的绿色通道。只要确诊者的病情有变化，就马上请救护车送到附近的病院哦。另外，社区采检是假阳性的人，会使先登去厝里来居家隔离。指挥中心嘛研究讲，安置后送就医的标准流程。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扩大，直接冲击国内医疗量能，为强化确诊重症资源的调度甲医疗体系。指挥中心礼拜24召开全国防疫会议了后，决定要设专职加护病房、甲集中检疫所后送病院的绿色通道，也就是在集中检疫场所出现症状，照卡119，就由各地消防局后送就近病院，而且被分管区。设置专责加护病房的原则，以及集中检疫所后送医院的绿色通道的建制做法。有效掌握全国重症的收治量的。因为最近本土确诊个案增加，大家拢真惊吓，各病院急诊室出现采检人潮，各地疫区采检站一透早后尾排都被抢了。为考虑接近病院的医护人力甲收治量能，指挥中心也决定，社区快筛是未阳性的人，应先转去厝内底居家隔离。勿排挤重症病患收治量能，令社区快筛为伪阳的民众为减轻医疗及安置的资源，可先行返家进行居家隔离的这一个部分。那指挥中心会建立一个安置后送就医的标准流程。另外，最近网络传出医生开工记录外流，数据爱开始作假。病院将患者遗体拼在河内，甲技术大量妄加试验遗体集中烧，这拢是无实在假信息，请民众唔通过转传甲散布，则被处罚，相当因此相关3年有期徒刑，或者是并科3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疫情阁继续拖，桃园的病例今仔就增加19例。市长郑文灿今仔伫防疫会议宣布讲，所有的假释拢爱带转去厝邻者，为患者会使罚3000块到15000块。另外，除了确诊者的行踪会继续消毒，桃园嘛伫即礼拜专市大消毒。疫情一直升悬，桃园确诊案例淡薄仔升悬。顶礼拜已经宣布，餐厅、卖场、饮料店、咖啡厅一律早倒转去停止内容。这礼拜1、2、4，市长郑文灿更加伫防疫会议宣布，即日起强制实施，违者上悬会当罚15000块。一律外带，停止内用。那为了便于执行，那今天就发布罚则。那如果不遵守的话，可以罚3000到15000。环保人员也真无闲，一直消毒。针对防疫，环保局规划3阶段扩大清消计划，首先针对确诊者卡照热点即时消毒，也扩大到4区会里甲人密集地区消毒。第3阶段是针对全市12区34个生活圈进行全面大消毒。一共消毒了230多处的一个足迹跟200个里。那从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29号，那我们也会把消毒的范围扩大到这个全市的34个生活圈。郑文灿表示，疫情还未结束，犹原伫高峰期。虽然这区伫上北，也过因为共同生活圈关节，桃园同款高标准防疫，也针对11间接近病院加强保护，已经布置15个 CPR 快速检测仪器，检测时间只需要15至20分钟，先提供6500支试剂。病人住院进前需要完成检测。记者综合报道。
基隆市长林右昌今仔是建议中央全国3级警戒延长2礼拜。基隆今仔嘛公布2名确诊者的行踪哦，一个是伫点心档的工作，接触真复杂，一条是真困难。另外一个哦，定定去安乐市场买物件，所以市政府嘛宣布讲，安乐市场6月初3之前暂停营业。基隆真济市场受疫情影响，陆续停业。基隆市府日公布2名确诊者的行踪，拢有去地方市场。其中一个伫仁爱区的小姑娘的小食店上班，去捌3摆到7度南兴市场买物件，因为感染源无清楚，已经扣在周边人员疫调。另外一个是别招伫安乐市场买物件，因为活动的卡车还阁爱调查，市府宣布安乐市场自5开始停业到6月初3。他密集的在安乐市场来进行采买跟出现，所以我也在这边宣布，安乐市场从明天起停业到6月3号为止。这个要请各位市民朋友大家特别注意。另外一名男性的老大人，自己身体无舒时送医采检确诊，因为救护2名消防人员，迄时阵只挂喙安，无挂手笼才会装备。市府强调，2人已经紧急居家隔离，也要求警消做好装备，确保安全。不管是隔离衣还是 N95 口罩、防护面罩，还有手套都必须做这样子的一个配备。那会全副武装。林右昌也提出3个不明、2大稳定的主张，强烈建议中央全国3级延长2礼拜。原因包含真济确诊者去向无清楚，真济感染源也无清楚，甲首都宽外拓开的状况也无清楚。也强调校园爱稳定，疫情爱稳定，因为6月12是5一节连假，告诉民众若放零这段期间内严格防疫就乌有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大甲文山一分局传出拢有警察挖着病哦，刑事局某一名侦查员20出现症状 ，PCR 的采检嘛是阳性的，刑事局随着加强防疫的机制。另外，台湾高等法院昨嘛阁又增加一个法警哦，快筛阳性，目前人是伫检疫所隔离咯。全副武装大规模喷消毒水，刑事局内外做全面大清消，因为这传出有关键确诊。侦查第3大队阳性侦查员因为腹泻等等不适的状况，前往附近的医院就医，并给采样有关新冠肺炎核酸检测 PCR 的阳性是确定的。确诊的是刑事局金山大队现院的侦查组，自称无满甲相关接触史。19因为身体无舒适，请假伫厝内底，隔工出现闹痟这症状，看医生搁做 PCR 体检，想袂到23被卫生局通知采检阳性确诊。刑事局毋敢代志，公布加强防疫机制，除了相关接触同事，要求自主健康管理，搁启动异地办公等措施，全面戒备。接触的同仁休假、停止上班、居家隔离。后续将依据卫生机关指示以及相关的规定办理匡列快筛。不止警察人员陆续传出染疫确诊，台湾高等法院即卖也阁有1名法警快筛阳性。高等法院以新闻稿回应，指出这名法警日身体出现无舒适，隔工做体检，呈现阳性反应，目前伫检疫所隔离。只是这名法警甲最近确诊的另外1名法警，2人无密切接触。两者是毋是接触传染，要搁等卫生单位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铁公司证实讲有一个保全人员快筛是阳性的反应哦，会搁等待 PCR 检验，看到底敢有挖着病。台湾高铁一名负责协助列车长随车巡载车安保全快筛出现阳性反应，目前在等待 PCR 检测结果，才能确定是毋是确诊。大概最后一次就有天执行了。他就感觉有点不太舒服，然后他隔天就是说休假了，那就是请他就去做筛检了。台湾高铁表示，因为最近国内疫情升悬，公司只要是接到通知，列车载过确诊者，除了加强消毒，也会通知同班次的服勤人员，用高规格防疫做自主健康管理。这名外包车安保全都是伫5月14接到公司通知，因为服勤过列车有载到确诊者，爱开始自主健康管理，率去照表出勤。6天后，因为出现酸痛症状快筛，结果出现阳性。高铁公司已经要求5月15开始，甲这名保全接触过的所有员工暂停勤务。
公共运输系统的这个环境清消啊，我们一定会请交通部落实督导，不管是在机场啊各个运输的场站，还有车辆内啊运输器具的内部的清消的部分，一定要确实依照指引来落实。高铁公司发表声明，公司已经针对这位车安保全服勤的各车处列车，加经过车站动线、办公区域，拢应做深度清洁消毒。另外，5月15到5月23期间，所有甲伊接触过高铁员工甲外包清洁人员、甲协力厂商，全部停止勤务，做国家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这2天拢增加6例死亡个案哦，是疫情发生以来上济，年纪嘛大概拢伫50多岁到80多岁。总的6个人，其中有5个拢有慢性病，对确定胃着病到过往只有2-3天的时间哦。国内感染科医师是表示，往过确诊者大部分拢是境外移入，少年人甲中年人较济。即马重症的病人死亡率悬，这嘛是社区社会造成的效果。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严重，23就增加6例死亡个案，年岁伫个50多岁到80多岁之间，拢是中高龄，其中5人有慢性病史，因为确诊到死亡只有短2到3天。国内感染科医师表示，过去的确诊者大部分拢是境外移入，而且是青壮年较济，活动力较强。即马看到重症死亡比例悬，是本土社区感染所造成的效果。最近所看到重症死亡比例偏高，是因为族群不一样。这个病毒进入社区以后，很多比较年纪大的或有潜在疾病的人，就是会得到感染。那他们本来发生重症的风险比例就会比较高。事实上，为国际真侪份研究都已发现，英国变种病毒的传染力是以前的1.3倍到2倍。指挥中心伫分析这波疫情的时阵，就讲到，这摆群聚有真侪伫中高龄。所以也造成的疾病严重度，就伫本土确诊病例数一直升悬的同时，特别是联合病院中校院区传出一名86岁发烧而且会喘、血氧浓度116的患者，互救护车送去联医中校院区急诊的时阵被拒收，空等电话钟了后，家属家己联络，才转到别个病院治疗。本案的发烧病人依据防疫的流程是不能进入到急诊里面，所以必须在急诊外面稍微等待。那我们的员工因为身着防护装备是 N95 口罩，因此必须要提高音量，才能让家属能够听得清楚。那可能因此造成的家属的误会。中校院区表示，中校院区专接病房、负压病房拢挤满，也是甲其他病院有共款的困境。有向家属说明，爱寻求其他病院处置。记者综合报道。全国3级警戒出门一定爱挂喙罨，也毋过嘛是有少数民众无要配合。伫台南的新营有一个啉酒醉查甫人入去餐厅，无要挂喙罨，又搁一直扫，警察来处理，伊搁呛警察咯。伫高雄嘛掠着有民众做伙跋筊，嘛拢无挂喙罨，全部拢移送法办。口罩啦，地铁口罩比较困难的呀。现在防疫期间不能配合一下吗？警方看到民众挂喙罨，但是民众又管唔听。正正台南新营有一个食烧酒醉的人，唔挂喙罨，就入去到餐厅，不满店家口渴，竟然大细声搁一直扫，互店家是真困扰。落尾是警方到场看到也无效，只好将人先带转去派出所保护管束。警方也要移请卫生局进行裁罚。有关该男子未戴口罩的部分，警方搜证以后，依法移请卫生单位裁处。高雄也有人唔挂喙罨，一位女性去买物件，但是喙罨无挂好势，互店员提醒，也要求实联制。一个女性拒绝实联制，后来佫疑似不满退喙烂，警方已经依法开罚单告发。另外，高雄的三民区有一个人家厝，也互人检举有人群聚跋筊，警方到场发现现场9个人拢无挂喙罨，全部拢移送卫生局裁罚。发现该大厦民宅内确实有打麻将的声音，经过同意进入后，发现有8名民众聚集2桌打麻将，现场共9人，全部都未戴口罩。全国防疫警戒第3级的期间，要是有民众唔遵守法律，警方也强调讲，绝对会严格处理。另外，台南市政府也宣布讲，餐饮业全面禁止店内用餐。也若针对唔配合佮唔挂喙罨的民众，为着避免扩大争议，市府也决定先收集证据，再佮开罚单，保护执法人员。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云林县哦，昨是增加2个人胃着病，今仔是无增加案例，目前计共有6例。县政府伫今仔早起，嘛伫西里设一个社区快速体检站。资本要做体检的民众，日时一透早就来到体检站报到，因为到目前为止，全云林县已经有6个确诊案例，其中云林西里有2个确诊病例是病仔囝，那后生4019号，因为伊活动轻松真快，目前已经扣19个人爱居家隔离，8个人爱自主健康管理。要是最近在西螺镇有2个案例哈，那也增加很多乡亲的这个恐慌。那同时，因为他的这个足迹在西螺镇遍布西螺镇因为它的活动力比较强它比较年轻那同时因为这里有个西螺果菜市场所以他的一些朋友大概都在这附近云林县府表示，这对确诊的病仔囝活动轻松是走遍规个西里镇，而且因的潜伏期长，接触过的人数是真歹计算，所以日时透早伫西里设立社区体检站，呼吁民众若是有接触史、活动史或者是有镜头，拢会当来主问体检。大概就是近100个案要来参加快筛，所以我们预计今天它能不能达到160以上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蛮多的乡亲也蛮担心的，所以我们现场又采在这边预约。云林县府表示，为了预防社区传染，西里卫生局启动县内第2个社区体检站。那县内第1个社区体检站伫拿来乡，目前已经体检162个人，拢是阴性。不过县府也提醒这寡民众，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降低胃病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今仔增加3例本土病例哦，昨是增加8个，其中有7个是伫潮州。县政府今仔嘛伫潮州的中山公园设社区的体检站，各军嘛出动化学兵来斗相共消毒环境。国军的重型消毒车透早就进驻屏东的潮州，52名化学兵甲消防装备穿好势，沿车路架徛假厝漂白水。协助县府进行全镇的大消毒，因为23屏东一困头就增加8例本土病例，其中7例就伫咧潮州。包含我们整个疫调的地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透过我们化学兵的资源，包含我们公所清洁队，我们还征用我们民间的一些消防器具，共同在最短的期限内，把我们整个潮州做一次全面性的清消。潮州的新案例拢甲进前的确诊者有接触过，为着赶紧阻挡社区的传播链，县府赶紧伫咧潮州的中山公园设社区体检站，20时下晡开始体检，有接触史也是去过湘北的潮州居民会当优先体检。县长潘平安中昼嘛来视察体检站的准备情形。特别针对的是潮州镇民，尤其在几个公布的三河这个四村四林这几个里。全部呢，这4个里为优先匡列要采检的对象。大家如果都做好防疫的问题的话，就没有需要担心的地方。不会担心是骗人的啦，心里还是会紧张。如果普遍的话，当然还是会去筛一下，会自保自身的安全啊。全台湾上南边的屏东县，3天内对零确诊增加到14例。县府提醒民众，体检一定要挂喙罨，扎身份证甲健保卡，袂当坐大众运输工具。若是无镜头，也是相关的风险，其实都无需要来采检，避免增加伤侪人客做伙烧胃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新闻哦，意大利昨是发生流浪行到半山摔下落来意外，造成14个人死亡，其中有1个囡仔。初步是认为是流浪的线断去，也毋过实际原因搁来调查。搜救人员伫咧男车摔来地点搜救，男车破碎车厢也甲规死过。这件造成伤亡的意外发生伫咧度假小店斯特雷萨，男车是自20公尺悬摔来，拄好是树林搁正惊，增加救援的困难。一台救护车搁无驶入冰车。Ci sono 2 persone che erano 2 escursionisti, stamattina hanno sentito un grosso fischio e hanno visto questa cabina che stava arrivando in vetta che è messa di colpo a retrocedere velocemente. E poi quando ha preso il pilone è sbalzata, deve essere credo ha fatto 2 balzi。意大利官方的声明讲，这件意外发生伫咧23中昼12点半左右，伊人阵登山缆车载着10几位乘客，飞至海拔1491公尺的莫塔罗纳山顶。车厢内有2个囡仔，分别是5岁甲9岁。当局出动直升机甲2个人送医，不过9岁囡仔救袂大。根据资料，死者内面有5位已逝的人。Ripeto, dopo la caduta la cabina via, siccome di sotto c'è è molto ripido.
rapido, la capinovia ha rotolato per un po', per qualche decina di metri, fino a fermarsi a due grossi tronchi di alberi che 初步认为可能是染线登记，目前还阁伫咧调查。斯特雷萨登山男者是当地正受欢迎的观光景点，一转20分钟，会让看到7个5+2巴士线的风景。每一个男者上最坐40位乘客。1970年启用，2014年到16年之间，因为维修关卡，进前阁因为疫情关闭，最近才阁恢复营业。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白俄罗斯政府将出动民国29的战机，造成本地要飞往立陶宛的飞行机，该降落伫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飞行机降落了后，坐伫这帮飞行机顶头白俄罗斯的异议人士就随风带走。欧洲有真侪国家领袖对白俄罗斯政府的做法表达强烈的抗议。 这架爱尔兰瑞恩航空班机的旅客来到目的地立陶宛首都维尼纽斯的机场了后，去互真侪记者甲包围住，因为因唔若讲从强迫转机去明斯克降落，还佫亲目睭看到白俄罗斯的异议部落客普罗塔塞维奇航带走去，安好这个班机的行程比原本已经延前7点外钟。虽然航空公司表示讲有接到白俄罗斯的通知，讲有潜在安全疑虑，明斯克机场是讲因为有炸弹的威胁，都爱赶紧来下降。 It explained that we're going to line to Minsk because of some technical reasons. Nobody said that any information like the terroristic attack or bomb or something. When it was announced that we're going to line to Minsk, so the Romans stand up to really open the, let's say, luggage door, take the luggage, and was trying to split the things like computer, give it to a girlfriend. 根据白俄罗斯国营媒体的报道，总统卢卡申科伊亲身来下令，要求客机都要转降，佮派出一架米格29的战斗机来盘飞。欧洲多国对这个表示强烈的抗议，而且谴责白俄羅斯的行為是國家恐怖主義的行徑，呼籲國外嘅制裁。Su reikalavimu paleisti Romaną Protasevičių, įskaitant tai, kad Baltarusijos oro erdvė būtų pripažinta nesaugia civiliniai aviacijai erdve, įskaitant tai, kad dėl avialėktuvai netektų teisės leistis ES ir NATO oro uostuose。普羅塔塞維奇伊今年26歲，是網絡作家的部落客。伊網絡媒體 Nesta 伫 Twitter 甲 YouTube 伫去年反政府示威行動，針對抗議訴求，甲互頂阿伯者來做報道。伊和另外一個創辦人伫去年11月，嘛互當局甲列入去恐怖活動人員的名單。Nesta 嘛互認定講是極端主義媒體。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 来看咱国内消息哦，台电又搁出包，昨下晡嘉义大拿电厂1号机组系统故障，伫翻点的时阵抢修好势哦，开始发电。也毋过今仔透早3点外，又讲话台中火力发电厂的9号机故障，爱修理2-3天。中火6号机会先支援，下晡4点会加入发电。台电是强调讲，这礼拜稳定供电并无问题，也毋过有学者是无遐尼乐观。台电发电机组阁发生故障。 28日透早3点外，突然跳电，台电正事务前紧急抢修中。今天的凌晨3点54分破管，所以解联中火6号机来补中火9号机。其实中火机组故障前，23尾仔5点外，大拿电厂1号烧炭机组就发生。 类似系统故障，地势跳电，经过修复了后，总算伫24分钟加入供电。想要到山落来换台中火力发电厂9号机发生破供故障，修复时间搁较长，要2至3天。暂调中火6号机来补足发电，预计下到4点加入供电。工商团体烦恼。 最近经济部呼吁监察大户下到4点了后减少用电，恐惊加速常态。电力不足问题将影响3线3零。生产线就是在生产，你叫我减少它降载，我的产量必须要维持在一定的产量里面啊。另外，学者呼吁政府，另外政策需要重新检视，因为接落来7、8月搁较热，用电量搁较大，随时有限电危机。 观察24电力资讯，早起10点半，用电量已经达到3561.5万千瓦，使用率已经挖到成，有个相关用电量3700万千瓦，备转用量率7.67%，导起供电食力的黄灯。
台电承认这礼拜5天恐惊拢会是黄灯，也阁强调下饼稳定供电。这5天会不会限电？机组不能有故障。你在下午的时候会不会来场雨，让温度降低一点？未来的2、3年，这种缺电限电，你会常常看到。台电强调已经将备转用量有高达将款估计，主要是考虑天气异常、疫情关系。伫厝办公用电量增加等因素，定着各法定机组状况。另外，513加517停电检讨改善报告，经济部长王美花答应1礼拜内公布，上紧明仔上班2号将完成报告提交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将增加8例本土病例，其中有5例拢是草屯东方红时尚会馆的员工哦。因为之前有2个员工胃着病，这2个是伫初8对台北网家落南去工作。卫生局表示，要得出接触的人客实在是有困难哦，所以呼吁讲初8到16这段时间，要去店面交管的民众，就要赶紧去指定的6间病院来采检。互公布有群聚感染的会馆大门是关起来。南投县23阁增加8个病例，其中草屯的东方红时尚会馆有5名小姐群聚感染，附近的居民真烦恼，公所也进行大消毒。而这么紧张是因为有2个对网咖内的确诊个案。因5月初8伫网咖疫情还未大爆发进前，落南到南投县草屯镇的东方红工作。2日验出确诊，经过采检，馆内的14名员工，第23又阁有5个人胃着。那其他的对象我们是无法确定的，所以我们这边特别呼吁哈，这就是在5月8号到5月16号有前往东方红时尚会馆消费的人员，请务必进行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南投县卫生局表示，增加的个案当中有2个人是轻症，即马伫集中检疫所，3个人伫病院隔离甲治疗，另外阁扣9位接触者伫咧隔离观察当中。不过，这间会馆讲是开24点钟，毋拿人客来源真复杂，加上这2位确诊个案拢伫初8时阵就来到草屯，人客名单和行踪拢真歹掌握。得知确诊有来自万华地区工作者所以说又居住在11楼所以说我们特别来加强。南投县府也呼吁讲，5月初8到5月16有去过会馆的民众，要赶紧去6间病院采检。草屯也进行全镇的大消毒，呼吁民众随时注意身体状况，要惊成做是疫情的空胖。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国5路场所拢爱先关起来，毋过台东警方伫拜6礼拜嘛是查到一间钓虾仔场违法营业，有10多名的人客哦。最近台东县的部落观光区嘛宣导做人佮游客拢一定爱挂嘴罨。金峦村的村长就讲哦，无挂嘴罨的人爱请规村的人来食卤肉饭，这算起来是比政府罚较愈重。防疫无假期，就话台东县警方发现市区一个钓虾场，也有人咧钓鱼仔。会同卫生局人员去检查，结果发现超过10人伫内底。警方记录各款例，要求业者停业，各移送卫生局裁罚。查获某休闲钓虾场违规营业，且超过10人聚集，立即通报卫生局人员到场取缔。警方呼吁防疫期间真是唔通群聚。台东县的部落即卖也烦恼疫情传到部落。太麻里乡金峦村发展温泉观光，村长为合族人甲游客配合挂嘴罨，伫重要出入口设宣导标语，而且发招真特别，只要有人无挂嘴罨必登记，爱请全村2000多人食卤肉饭，看起来真趣味，毋过算落来爱付6万外，爱各用家人到是无拍嘴皮，比政府罚来搁较重。村长表示，主要是要合族人甲游客确实遵守防疫规定。能等干净的部落被污染到，不是没地方住了。我们觉得我们这里防疫都这么严谨，然后你们外面的来到部落里面那么的松懈，对我们来讲，我觉得让部落的人看了很生气啊。村长讲，安尼宣导标语只是为接近村民的实际生活感受，不过正是希望游客暂时先停止部落旅游，族人也要做好自我保护。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花莲有一寡旅馆、民宿出现断长期的旅客，一寡在地民众是真烦恼，讲花莲敢会真做是其他县市民众的避难所，希望县政府爱管制。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目前是无规定讲外地人客袂使来花莲哦，只会当来呼吁大家减少移动。自从10月疫情升关了后，花莲的旅宿业原本生意只存7%，也毋过即马却有部分业者颠倒生意袂歹，而且一大就是几啊工，互在地居民非常烦恼。这边很多民宿老板也都接客人，那我们很担心他们从外地过来的疫情会延烧到花莲。确实是有这个旅客选择投诉在我们会员饭店里面，而且一住就是4天5天以上。那这些客人呢也很可爱哈，他们就是直接摆明说我就是来避难的。不过也是有旅宿业为了配合政府防疫，拢主动休困。官府也表示，虽然目前无规定禁止外地客来花莲住宿，不过也是希望大家会当减少刷动。我们很早就呼吁说，业者能够自主去休业，不要有一些流窜的人到了花莲，来引起花莲的疫情。并没有处罚，但是我们的相关的旅馆工会以及民宿的协会他们都自主性的休业比较多。我们还是呼吁我们全国的乡亲这段时间尽量待在家里。花莲目前已经有4件确诊案例，市区袂少连锁店甲面点仔业者拢规期休困。官府是伫各重要景点拢总1000外的连同各国法学兵同齐积极消毒，希望会当稳住花莲，袂搁互疫情扩散。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今仔公布讲，目前计共有414间的公司，3925个员工放无薪假，运输甲旅游业就占一半以上。另外，营运全国学校各幼儿园停课，有立委是提案修法，望讲政府针对受到疫情冲击的家庭，应该发予因生活的津贴，政府嘛应该提供公司补助。本土疫情爆发，受到影响的除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还有真侪民生产业。根据劳动部24公布上新的无薪假实施统计，拢总有3925人。受到影响的事业单位有414间，比顶礼拜增加11间38人。其中以运输冲突和旅行业是重灾区，合计影响2000外，占一半以上。运输仓储跟旅行社其实在这边大概就增值了，那你说会再有更大规模的影响？大概其实影响也差不多在这附近，那这个数据可能会在这边停滞一阵子。那你说会再大规模的增加，大概不见得会是这样。校园同款受到疫情的冲击，全国各级学校甲公私立幼稚园拢停止上课，安尼嘛，互真侪家长真烦恼。立法委员万美玲伊讲，目前的防疫照顾假还佫无明确的法院规范和相关的事宜，所以就提案要修法。明定防疫照顾假的申请条件，佮表示讲，这毋是逐个人拢有，毋过会当明确来，互这个弱势家庭生活会当维持落去。家中有12岁以下的孩子，不论您的身份是公务员或者劳工，都可以请领防疫照顾假，雇主必须准假，但可不知薪。那么同时，我也明定，如果因为请了防疫照顾假而造成家里经济的困难，难以为生，那么政府必须要给予生活津贴的补助。劳动部规定会当请防疫照顾假，不过无强制雇主就要付薪水。万美玲伊讲，家长确实若是因为请防疫照顾假来去影响到家庭的生活，安尼政府会当甲发放补贴。假使讲若是这个头家伊配合员工请防疫照顾假，煞来造成公司营运的困难，安尼政府嘛会当来甲补助。记者综合报道。这波疫情严重，各行各业拢受到真大影响。对一寡低收入户甲弱势家庭来讲，日子恐惊是愈歹过。长期推动食物银行帮助弱势放假里长彭和生感受上深哦。那么来连线彭里长来了解目前放假的情形。里长你好吼，咱知影即届放假地区疫情是真吃力，对真侪老人佮囡仔来讲，袂当伫社区共餐，甚至学校停课，无法度来提供营养午餐哦。对一寡家庭、社区的家庭是影响真大。里长其实你早就有一寡规划吼，目前你可使甲阮讲者，你是安怎来安排这老人甲囡仔？多谢大家好，我这目前阮总经理这边，阮老人的送餐、供餐甲共餐，阮是3种方法。送去厝内底，拜一甲拜五，中昼暗顿阮拢会去送。然后供应的供，行会叮当遮老岁仔，伊会家己来摕便当转去因兜食。这嘛是拜一甲拜五，中昼甲暗顿。第三个就是讲做阵食，阮即马有7组老人做阵食饭。啊，无因为疫情的关系，阮改做
大家摕便当回去吃，摕便当回去吃，或者老伙仔主连他在疫情的时候，他也能够吃到一个热热的餐。因看什么医生，食什么药啊，因去倒位我都能够掌握。那阮啊，请遮老伙仔卖出门，尽量卖出门，阮家己做服务。哦，遮老伙仔做茶啊，做自然就会使食到小小的物件。你伫5月中开始哦，就有来对外募集一寡物资哦。昨头一批物资嘛已经开始包装哦，今仔嘛有送到各地啊吼。听讲咱这个物资嘛，毋是讲送伫艋舺地区尔尔，敢是？阮即摆物资，即摆第一批1500份拢传好啊，今仔开始送。阮甲家乐福基金会请他帮我们购买，然后我们今天会送到新增食物银行。文山区的中信食物银行，还有咱的逆风集团，包括家人的食物银行，还有一个万华这边的大志杂志，还有南机场食物银行，阮在做物资拢会提供到那边去。所以李长吼，你即马讲有啥物服务，希望大来到3工的嘛？讲有啥物需要？我感觉这摆疫情哦，现在只是看到这么多的数字出来。真正需要被帮忙的人，我觉得在下个月会冒出来更多。所以本来我们社区为了南机场食物银行、曾吉祥食物银行，我们只想募1000份。因为这最好朋友到现在为止已经捐超过4000份的食物包，所以我们希望会使送个为家人送到屏东到花莲，我拢希望把这食物包送去阮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收入的会员的食物银行下，可以就近来帮助当地的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如果大家有愿意，我们一起来做，让这些食物我们可以再一次利用，来帮助更多人。李长，因为这届哦，有人讲这疫情哦是为艋舺传出来，所以有一寡人拢对艋舺无啥谅解哦。你自细汉伫艋舺大汉，你安怎希望讲外界是安怎来看待这届的事件？我感觉这个问题，但是对艋舺足无公平的啦。是外口的人来传染无艋舺的人，唔是艋舺的人去传染着外口的人，是外口的人把这个病毒传来艋舺的咧。我自细汉在这附近遮大汉，万华是一个非常早期有文化、有历史的社区，然后这些老社区的人情味也非常非常的足，所以对艋舺的污名化，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我想，我是艋舺人，我嘛是中正人，我嘛是台北人。台北出代志啊，咱大家都站出来，不要分万华、中正、其他的区，咱拢是台北，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大家一起来帮助的人，那个是咱的台湾人。真感谢李长的走总甲付出哦，那么望大家会使做伙来支持对弱势族群的照顾，望大家拢会使来顺利平安度过这波疫情哦。咱感谢李长，咱继续过来看过来疫情的探索。网络购物的量是增加真侪，早起货运工会去劳动部抗议哦，因讲因愿意配合国家的政策来加班，也毋过因无法度接受讲伫无任何配套甲监督的机制，劳动部的放任工作时间的限制。伊嘛呼吁政府开放，互因遮逐工伫外面拍走的物流员工会使先注疫苗。早上7点左右会上班，所以他11点多还没有回到公司的话，他工时其实已经有14个小时。伫手机翕内都会当看到，暗时11点外，一个货运司机伫咧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真侪民众即马拢无出门，改伫咧线上买物件，也互物流加货运业的工作量增加。因讲劳动部考虑到疫情，放令包括物流在内防疫、民生相关产业公司的上限，互劳工真忝。该付的、该给的都要依法给付，因为光是加班要给加班费这件事情，在过去这些公司就已经常常没有做到了。希望能够将物流业司机也能够列入是公费疫苗的接种对象。工会讲，物流货运业愿意配合国家动员，也毋过以放令工时的上限来达到提升运营的方式，看起来是不得已，也有可能有因为配套措施甲监督机制无够，互资方以防疫为理由不下劳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所谓的
无上限或者是没有保障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那加班的时候有工会的话，要跟工会来通知。那没有工会的话，也要报当地的主管机关啊，他的例假日要出勤，工资就加倍发给，并且还要在7天内要给一个补假。在这个休息的部分来讲，都是有要求的。劳动部讲，由于疫情的境界升级，物流加货运产业的劳工负担更加重要的任务，因此会有延长工时的情形。不过头家也是依照劳基法的规定，予因适当的休假加补假，也协请交通部加地方主管机关监督业者爱遵守，同时也会做到这场防疫。对于相关产业的劳工，是不是要列入优先注意防下的对象，会请指挥中心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学校停课哦，嘛有家长伫厝上班，一家伙仔规工拢伫厝里冤家相骂，嘛是正常的。有民间团体就推出情绪消透卡，用一寡表情的卡片，互大人囡仔会使来表达出因的情绪，来消透压力。真细汉的囡仔可能还阁袂晓用言语来表达情绪，透过这一张一张情绪抒发卡片，不管是欢喜、幸福，或者是郁卒、生气，拢会当透过图片顶头动物的表情表达出来。就非常的生气，因为我们所有情绪都有一些程度的差异，那这个就比较难过、伤心一点。那这个可能就在犹豫。主要服务受暴力对待妇人人甲儿童的妇女救援基金会，去年底推出情绪抒发卡特组，内底有43张情绪的卡片，佮有40张抒发卡片，适合大小朋友做伙来面对负面的情绪，佮讨论如何来面对。妇安会认为，若会当健康面对佮处理，就袂互情绪更较恶化，引发更较大的冲突。负面情绪可以承认它，可以去接纳它，甚至教导孩子，在那狭小空间里面，有哪几种方式可以抒发他的情绪，不会让他的情绪一直被压抑，一直被堆叠，然后最后可能一下爆发。妇安会执行长杜英秋本身嘛是社工，伊分享家己的经验，大人要顾大顾细，压力真大。若甲囡仔离高冲突的状况之下，建议家长会当先暂停甲囡仔互动，向囡仔讲清楚，家己需要冷静一下，离开现场到别个空间，整理处理好家己的情绪了后，再来沟通会较有效果。记者林桂俊林台北报道。顶礼拜六礼拜，台湾人为着防疫，真侪所在就亲像自动封城共款哦，街仔路拢无啥物人。咱来看高雄，普隆西亚人叉的风景区，佮有百货公司嘛拢无人哦。也毋过因为疫情，有真侪行业的收入拢减少真侪，头家人哦头毛拢摸会少。高雄轻铁伫上出名的福利特区驶来驶去，车顶煞拢无人。平时一天万外人，拜六规工才载648人。街路顶嘛看无游客，干那看到几个运动骑脚踏车的民众。高雄防疫升级了后，第一个歇困日，人潮拢无去。来到西雅湾嘛共款，看无外地游客甲移工。已经5个小时了，没有带到一个客人。昨天也是。我一趟都没带，我就回去了。我想赚一个便当钱呢，也赚不到。排班的客人车司机再无人客，附近的商圈有开店的生意6-7成，有的店规期停业到200。唔若紧点冷清清，北高雄原本上头日的这间百货公司，因为内底一位专柜小姐确诊，百货公司宣布停业3天消毒，附近嘛无人踅街。另外，高雄市早就宣布，600外座公园的游乐设施佮亭仔拢爱封起来，避免群聚。连运动店的垃圾嘛用绳啊绑起来，袂当使用。今天看才知道，因为我原本想说，我放假的时候想要戴口罩来这边运动一下，因为结果现在变成说也都不能过。真的没人，路上啊。还有车子啊，真的都非常的少，差很多。虽然无人卖土豆的嘛是准备要摆摊，伊讲即马做生意趁3顿尔。高雄街路车少人愈少，民众配合防疫，减少出门，大家拢希望会当渡过难关。记者陈家文来为做高雄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
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